各位乡亲，三个人行一段路，坐伫路边休困，身躯精神乐天的心，却一直想着天国。部队掀开这本古册，看到一句话：我去原是为恁陪伴。所在，伊的心有人真得安慰。身边问：天国真正存在吗？看未到，安怎相信？目前无急烈回答，只是望向远方。目天讲，虽然也未看见，不过上帝应允永远袂落空。故一讲，若是应允，我一定要得到。不过，伊犹原较相信家己。各位乡亲，天国的应允，亲像前面的灯火，照亮道路，予目天有勇气继续向前。真正支持人行到底，不是家己的力量，是上帝永远无改变的应允。要知后来安怎，咱后回继续讲落去。